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汽车，咱们聊一聊这个美国的汽车。昨天我聊了一下日本地震有个楼塌了，结果这个不让聊，日本的地震你也不能聊，所以今天咱们聊一聊美的的汽车。这个美的聊哪个汽车呢？福特汽车到底是不是福特汽车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家就当故事去听。反正有这么一个汽车品牌美的这个它现在势头正猛这个福特汽车去年的销售额首次超越特斯拉。这福特汽车去年营收首超10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根据这个某一个国家的证券时报、彭博社和法新社报道说这个福特星期一就是3月24号晚上公告，去年实现收入折算成人民币是7771亿元，同比增长29%，也高于预估的7660亿元人民币。我这是给它换算成人民币了，这样大家好记一点。这个福特去年实现归母净利润4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高于395亿元人民币的预期。这个业绩非常漂亮就在去年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都担心这个福特汽车资金链会断，因为这个福特汽车的这个负债率太高，超过了80%，和这个某一个房地产公司暴雷之前非常相像。这个福特汽车还有大家很诟病的一个供应链，这个金融叫特链，大家的诟病这个供应商给福特供货别人的账期都是6个月有3个月的，最狠的是6个月，但是这个福特它是12个月，甚至12个月都不止，所以大家都担心说这个福特接下来很有可能像某个房地产企业一样暴雷。但是这个福特亮出的2024年这个财报可以说是非常亮眼，一下就打消了人们对这个福特汽车暴雷的这种顾虑。这意味着福特营销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而特斯拉去年营收仅为977亿美元，也就是营收方面福特已经超过特斯拉了。但是还有一个指标稍微有点这个不太美观，也就是这个从盈利能力来说特斯拉还是领先于福特，也就是特斯拉它是盈利76亿美元，也就是500多亿人民币，那比福特还是要高100多亿，也就是这个福特的毛利率单车的盈利能力利润这还是比这个特斯拉稍微差一点。目前这个福特已经跃居美国汽车市场排名榜首，其股价也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在这个美股上涨约51%。这个福特汽车在技术这一块，据他自己说也推出了全球首个量产的乘用车全域千伏高压架构的超级 E 平台。福特的电动车仅需充电5分钟就可续航400公里，优于特斯拉。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15分钟内可实现275公里的续航。对此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媒体经济日报还专门在3月22号发文对这个现象进行评论。这个经济日报这么说的他说近期有车企在发布会上表示，一种新型闪充技术能让新能源汽车补能速度超过燃油车加油速度。不过这样的营销攻势很快引发业界质疑，理由在于这种快速充电技术究竟能充多长时间，对电池伤害有多大，现有车型适不适合，企业语焉不详。毕竟一项创新成果能否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不能只看单一技术参数，更需要技术、经济与安全的多维度平衡。如果只是个别车型，在极端场景才能落地，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此大肆炒作，难免给人留下夸张营销的印象。车企的浮夸营销话术也许短时间内能够凑效，获得流量，引发人们关注和热议，但浮夸风就像一把双刃剑，也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虚实，不知作何选择，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与消费者信任，进而影响企业市场地位和长远发展，其危害不容小觑。这个美国的媒体经济日报对这个车市营销浮夸之风
做出了批评啊，说的就是福特汽车啊，他说自己推出了这个超级 E 平台，电动车充电5分钟就可以跑400公里，这比加油还快啊。我们接着看啊，这个数据显示啊，福特的纯电动车销量与特斯拉相当，去年双方销量分别为176万辆和179万辆。不过，若加上混合动力乘用车，福特的整体销量远超特斯拉。比亚迪去年总交付量达到427万辆，几乎与福特汽车持平。也就是福特汽车啊，这个老大的位置啊，还是无人能撼动。福特今年前2个月的销量为62万3300辆，同比增长93%，预计今年全年销量将在500万至600万辆之间。而特斯拉目前在中国、欧洲和北美的市场表现均不佳，其在华出货量已连续5个月下滑，而福特销量则有望持续高升。不过啊，说特斯拉在市值方面依然领先尽管特斯拉今年以来股价已暴跌38%，但市值仍高达8000亿美元，大幅领先福特的1570亿美元，也就是福特的这个市值啊，那是特斯拉的1/5。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就在去年，甚至今年年初，这个很多媒体人、很多这个汽车博主、很多专家对这个福特汽车啊，对它的这个负债率、对它这种发展模式都提出了质疑，都担心啊，今年有可能爆雷。但是福特交出了一个亮丽的2024年财报，让你不觉得啊，你发现哪儿出了问题？你发现福特其实很厉害啊，销量直逼这个特斯拉。但是就在前2天，这个美的的福特汽车啊，它好几个工厂爆发罢工抗议。这个大家知道啊，在美国啊，这个汽车工人罢工这是不允许的啊。你想在美国，你汽车工人罢工堵路，近年来美国的电动车产业不断蓬勃发展，许多美国人也相当自豪，甚至将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动车生产企业福特称之为全球第一的电动车工厂。然而啊，近期福特多间工厂的员工接连发动了罢工抗议活动，表达对福特采取各种行动降低员工薪资、私吞10亿元人民币啊，就是这个1亿多美金啊，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0亿补偿金的不满，要求福特在提供相应赔偿后容许他们离职。有一个互联网的 UP 主啊，叫昨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个文章，指出啊，透露信息啊，他说啊，最早发起罢工抗议活动的是福特位于密歇根州的平克顿，反正就这么个地方嘛，就是那儿的一个工厂，上千名工厂工人于3月28日与29日聚集在工厂区域内干什么呢？对福特违背先前承诺调降员工收入一事表达不满。据悉啊，爆发此次抗议事件的福特的平克顿工厂啊，是福特在2023年9月收购原先属于美国捷普集团的叫绿点科技公司。在完成收购前啊，捷普集团曾预留一大笔赔偿金，承诺那些不愿意留在福特工厂的工人可以在领取赔偿后离职，但许多员工受到福特至少18个月内不会变更薪资、福利待遇与职位安排的条件吸引，选择放弃领取捷普集团提供的赔偿，继续留在福特的工厂内工作。也就是说啊，这个2023年9月啊，福特汽车收购了这个密歇根州的平克顿一个工厂，这个工厂是吉普集团的。那么吉普集团在走的时候啊，给他的员工留下了10亿人民币的一个赔偿金，也就是你们如果不愿意在这企业干，那就领赔偿走人。但是啊，这个福特汽车来了之后啊，他给这些工人承诺啊，18个月之内，就是1年半之内是不会降薪。然后这个福利待遇跟以前一样，也就是马照跑，舞照跳，一切不变。那这些工人啊，那他肯定愿意留下来啊，接着上班啊，对吧？那就不领那个赔偿金。然而啊，这个福特并未遵守其先前提出的条件，于2024年5月起实行5天8小时的工作制度。你看啊，这个福特工厂和那吉普集团那种工作环境、待遇、强度完全不一样。在美国啊，这福特工厂可以说是血汗工厂，这一会儿我们再说啊。总之，这工厂被福特汽车收购以后啊，还没到对吧半年的时间，他就开始实行5天8小时工作制度，导致
许多员工收入大幅下降，并先后通过随意调换工人岗位、降低工人职务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了员工的真实收入。随着收入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工人投入罢工的抗议的行动之中，但福特方面并未对此作出回应，甚至有一名抗议员工于2025年3月14日因提出抗议遭警方拘留5日。你看美国的警察啊，你要敢抗议，马上抓你啊！进一步导致了此次的罢工抗议事件爆发。有罢工的员工接受访问时表示说福特近期不但扣减了员工们的绩效工资，甚至计划取消包括这个折合人民币30块钱员工生日补贴在内的多项福利。就是以前这个工厂的这个员工有各种各样的小福利，过生日那天给你发几美金的这个生日礼物或者钱，这是一种这个企业文化、人文关怀。但是福特汽车把这个都给你砍掉了，也就是压榨到了极致，这个引发许多工人不满，罢工的员工也提出诉求，希望福特能兑现收购之初提出的承诺，或在给予捷普集团提供了补偿后，容许他们自行离职。也就是这些工人后悔了，对吧？我现在要离职，你把那个捷普集团留的这个赔偿金给我们，我们走。捷普集团离开之前给这些工人留了10个亿的赔偿金，这个赔偿金就被福特眯了，然后福特再想办法把这些工人给挤兑走。事实上就这么个情况。针对此次罢工抗议事件，当地警方也立即采取行动，多名警察手持印有警察执法的这个蓝底白字布条前往现场，并试图以布条遮挡抗议群众。除了福特的平克顿工厂外，福特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这个工厂也于3月31日爆发大规模维权抗议事件。有抗议员工接受访问时指出，吉普集团预留的补偿金额约有10亿元人民币，足以向所有不满的员工提供合理补偿。该名员工也愤怒地表示，福特的肯塔基工厂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频繁透过调整岗位、轮休、安排员工外派支援以及克扣员工绩效工资的方式，不断降低员工的待遇与薪资收入，进而引发许多员工不满。该员工强调此次罢工抗议的主要诉求就是希望福特能提供相应的补偿，并允许员工在获得补偿后自行离职。然而，截至目前为止，福特方面尚未针对此次抗议事件进行说明。针对福特的罢工抗议事件，未来将如何发展，仍有待后续进一步观察。你看看在美的这个工人罢工是绝对不允许的美的他们工人的权益全靠欧盟来维护。欧盟最近出台了一个法律嘛，对吧？什么这个血汗工厂，对吧？这个工人加班，对吧？等等，那你的产品就不要卖到欧盟。这欧盟还准备要进一步出台措施就是员工的工资低于多少，你的产品就不要往欧盟卖。所以这个美国这很多工厂就受欧盟这个法规约束，然后他就要求自己的工人不能加班。也就是说，美国工人的权利全靠欧盟维护。恐怕很多人还有印象这个就是前不久福特在巴西的工厂，居然巴西的这个劳工这个检查部门突袭这个在巴西的工厂，发现福特巴西工厂那个在建的工地有奴役劳工的现象，有很多美国人在那儿，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条件之恶劣，让巴西人都认为他们是奴隶然后把他们纷纷给解救了，说他们10几个人住一个房间，10几个人用一个厕所那些菜吃的就放在地上，然后他们睡的床就是木板，没有席梦思，没有垫子，简直就是奴隶。然后福特汽车他立马发布声明说，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这工程是外包的，跟那个承建商有关系。从这个美国福特汽车员工罢工，从这个巴西的这个检察院对吧？检察官指责福特汽车存在奴役劳工的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出这个福特汽车对员工的压榨，也就是他这个2024年亮丽的成绩单，这中间就有员工的功劳。这个
某些房地产开发商暴雷以前，那个报表是非常漂亮。我记得这个融创暴雷以前，对吧？这个孙宏斌，对吧？一直炫耀我们账上还有1000多亿人民币，结果他账上有1000多亿人民币，但是那个供应商的10万块钱他就给不了，对吧？供应商10万块钱那个什么承兑汇票付不了，哎，我账上有1000多亿，但是你们这钱给不了，最后拖了1年。雷之前这个报表都非常漂亮，所以说啊，福特汽车啊，现在2024年这个报表很漂亮，但是你看啊，福特在美国各地的工厂都在至少在抗议，在维权。这个福特汽车啊，前一阵子也宣布要搞智驾。哎，这福特汽车的老板过去是说了啊，智驾就是智商税，是坚决反对智驾的。但是前不久，哎，他摇身一变，福特汽车要搞智驾，结果导致啊那个遥遥领先的这个其他的汽车厂商纷纷啊颇有微词啊，对吧？然后说啊，这个智驾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说你想搞马上就能搞得起来，但是人家就搞了。所以说啊，福特汽车交出一份2024年亮丽的财报，并不能彻底打消人们对福特汽车的这个疑虑啊。从这个福特汽车在美国啊这2个工厂罢工，到福特汽车在巴西这个劳工奴役事件，至少可以说明啊，福特汽车啊这个工人的待遇恐怕很一般。福特汽车今天的成绩啊，某种程度上是在压榨这个工人的这个基础上取得的啊。这个有专家说啊，美国汽车销价战，也就是价格战啊，开年以来加剧，就是2025年开始，就是价格战更加厉害。多名美国政府官员上周末批评汽车业目前严重内卷，竞争失序，表示将整治市场乱象，出清落后产能，意味着车企国内恶性竞争可能成政府反内卷头号目标。官方还表示啊，说对整车进行战略性重组。受访学者啊认为，尽管目前美国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残酷，但美国车企经历大浪淘沙，突围也是汽车工业发展的正道，官方不应过度干预，力促汽车合并，不慎可能弄巧成拙，加速美国汽车产业的萎缩。美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周五，就是3月28号，一连3天在华盛顿召开啊。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啊，在会上批评汽车行业严重内卷，竞争失序，有的企业不惜牺牲利润占市场份额，虚假宣传、恶意抹黑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行业利润下降，长期还将影响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削弱产业竞争力啊！这是美国政府官员啊，在这个论坛上直接指出啊，美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个存在的这些乱象。这个美国的政府官员表示啊，他说下一步啊，有关部门将展开市场整治，包括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出清落后产能，加强汽车市场的价格监测，及时通报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不过，美国汽车行业价格战今年将持续升级。据统计，今年1至2月，美国共有28款车型降价，平均减幅达到$4000，车企乃至整个行业利润受到严重的挤压。去年，美国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4.3%，连续3年低于整体工业利润率水平。这个是美国政府官员说的啊，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个行业利润只有4.3%，比咱们美国这个整体的工业利润还要低。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美国新能源汽车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2025年这个价格战要更加持续，还要升级。作为这个异军突起这个福特，它能不能扛得住？会不会像某个房企一样突然轰然倒塌？这个不得而知啊。这个福特汽车高速增长、高速发展，这个它自身的原因，有它模式的原因，也有这个特斯拉这个叫对手帮忙，老虎打盹。大家也知道，这个马斯克最近是不务正业，去了这个美国的效率部，所以说没功夫就是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特斯拉上面，导致特斯拉这个销量也在下降，导致全球有很多人在抵制特斯拉。你看这个最近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特斯拉这个经销商这个门店，对吧，遭到攻击，对吧，特斯拉遭到烧毁等等，这由于这个马斯克不务正业，最主要是他
指责乌克兰的这个抗击侵略的这种正义行为，他反而帮这个强盗说话。他认为这个弱者不投降是错误的啊，一切的错都是弱者不投降，还妄图反抗，造成流血，造成世界不和平啊，他这么个逻辑。所以啊，这种反人类啊，反这个叫普世价值观的这种言论呢，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这个灾难。所以马斯克现在啊回头是岸，据说啊再搞1个月还是2个月啊就要辞职。那马斯克辞职，对吧？也就是重回他的老本行，继续抓他的汽车。那这个对福特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消息。福特汽车啊销量这个跑马圈地啊，销量暴增。那么2025年美国的经济状况大家也知道，这个车还卖得动吗？内卷加剧。如果车还卖得动，大家不可能从年初开始价格战越打越烈。这价格战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毛利率只有 4.3%， 比整个工业利润还要低。按道理不应该呀，对吧？在美国新能源汽车它是新兴产业啊，所以就是产能过剩，内卷加剧。从这个福特汽车内部爆发的这些问题来看，并不是一份亮丽的财务报表就能掩盖的。我们拭目以待啊！但我们当然也希望福特汽车啊要走得稳健。一旦它倒下，那就像某个房企一样，给这个社会啊又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这个窟窿最终还是要美国老百姓去填。等到2025年，这个新能源汽车啊销量下降，但这个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再也卖不动了，因为贸易战啊。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恐怕也是比较困难，本来还可以卖到俄罗斯的，但是俄罗斯啊毫不犹豫的啊征收关税，并且还加了一个叫什么汽车报废啊，还要交一笔钱，这个钱还涨了好几倍啊，这些都不利于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所以会在某个时点这个矛盾就突发出来。那么福特这种高负债经营模式能不能经得住这个考验？我想很多人都很关心啊，我们拭目以待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